Zimon leje kung kang sa.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 yi. Nga ne zo ye. Lo du zo. Rong yun kam jian zi du lan zi ta me. Ru wo yin ling che wa la. Yong wu chu hu jie dao xie dan. Lo du zo. Nga zi xie ge lo gong jie ne. De ring ge nu den zo la. Lo yun xie xie.那只江错对恰。临海上，我总以为大兴安岭奇峰怪石，高不可攀。这回有机会看到它，并且走进原始森林，脚踩在积得几尺厚的松针上，手摸到那些古木，才证实这个悦耳的名字是那样亲切与舒服。大兴安岭这个岭字跟秦岭的岭大不一样，这里的岭的确很多，高点儿的、矮点儿的、长点儿的、短点儿的、横着的、顺着的，可是没有一条使人想起云横秦岭那种险境。多少条岭啊！在疾驶的火车上看了几个钟头，看也看不完，看也看不厌。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虽然下自山脚，上至岭顶，长满了珍贵的林木，可是水也不孤峰突兀，盛气凌人。目力所及，哪里都是绿的，的确是林海。群岭起伏，是林海的波浪，多少种绿颜色呀！深的、浅的、明的、暗的，绿的难以形容，恐怕只有画家才能够写下这么多的绿颜色来呢。你眼前肉线里节约人才动才得到，童年怎么他办得约？大天得了大约国家点把嘛些，对面那才觉呢。车站咖喱土比通路都比这些，老比那东得到了热度，但是年纪这面的相对点了，主要点把些样把它热这些，热我县里节约热节的，千里热节到门扎啥全部多，您的热节想的懵了，听不懂麻木，认不懂通通，吃的就把到，下的就把是越面。正版车的胸边，千里日节一拉下特别，真啥这种面，真正日节梦完了，你就个美国的呢，却在德马拉地中地没吃了，这大地中什么没些，日节电着新疆点啦，我跟到到，讲日这一把的咋亲戚西那德米给面，刚用基本天波给面啦，看冷热你些面。米中的生产他到的用度人啦，你呢那就加粗让人，他妈们娘别日子呢那就加粗一把了也，真的用度们着话么啊，帮木当用下，撒瓦当没撒瓦说用度的这比么凶，人们为不在你嘛多，你的单位用度么不，你这么他办着。个人的拉蒂查节，俺去他年沙巴开些用大这些。盛气凌人，看冷热你，空洞，对面，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虽然下自山脚，上至岭顶，长满了珍贵的林木，可是水也不孤峰突起，盛气凌人。日节电着新疆点啦，我跟到当讲日这一把的咋亲戚西那的米给面，刚用几本天波给面啦，看娘热你些面。当俺去念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盛气凌人，盛气凌人是形容以骄横的气势压人，形容傲慢自大的样子。看冷热你些吧呢，俺家的你呢，人啦切些些不点。空洞，空洞是形容不着边际，
缺乏实质内容的状态。但没西吧呢，能带你这样没必的。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老舍1899至1966，原名舒庆春，字蛇鱼，笔名老舍，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被称为人民艺术家。1948年唱过黄梅戏，受到严凤英的表扬。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文学概论讲义》《小坡的生日》《猫城记》。俺今年的他念沙巴地作下用这些。盛气凌人，看浪见你，空洞，但没。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虽然下自山脚，上至岭顶，长满了珍贵的林木，可是谁也不孤峰突起，盛气凌人。日的日日点着新疆边啦，我跟搭档刚日这一把的扎亲戚希那的米给面，刚用几把天波给面啦，看娘人你些面。老主错，前期电影个弄得充满写一选，但俺去举行了啊。老主错，我个家一弄，看浪人你些别他你的刚热。A. 盛气凌人。连地说，年真的这主不错，但俺今年的电影个乱菜弄的用下经典啊。我总以为大兴安岭奇峰怪石高不可攀，这回有机会看到它，并且走进原始森林，脚踩在积得几尺厚的松针上，手摸到那些古木，才证实这个悦耳的名字是那样亲切与舒服。大兴安岭这个岭字跟秦岭的岭大不一样，这里的岭的确很多，高点的、矮点的、长点的、短点的、横着的、顺着的，可是没有一条使人想起云横秦岭那种险境。多少条岭啊，在疾驶的火车上看了几个钟头，看也看不完，看也看不厌。每条岭都是那么温柔，虽然下自山脚，上至岭顶，长满了珍贵的林木，可是谁也不孤峰突起，盛气凌人。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的确是林海。群岭起伏是林海的波浪，多少种绿颜色呀，深的、浅的、明的、暗的，绿的难以形容。恐怕只有画家才能够写下这么多的绿颜色来呢。老主错，电影个录着唱的人就建议，大充满demo起demo。